國地方選舉，工黨流失大半議席。工黨有議員表明，若果首相施紀賢星期一仍然唔落台，就會爭取重選黨魁。泰國警方拉咗一個中國籍男人，因為喺佢嘅座駕同埋住所發現大量軍火。西環凌晨先後有2架城巴懷疑避開同一個渠務工程而撞樹，一個乘客輕傷。各位早晨，我係子欣。英國工黨最近喺地方選舉嚴重受挫，同實威爾士議會近30年嘅控制權。首相施紀賢面對黨內嘅逼宮壓力。工黨國會議員韋善廷表明，若果星期一或之前冇內閣官員挑戰施紀賢嘅黨魁地位，佢就會發起黨魁選舉，迫使對方落台。施紀賢就表明無意辭職。做過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目前係工黨國會議員嘅韋善廷，佢星期六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嘅訪問，將矛頭對準工黨黨魁兼首相施紀賢。對於工黨喺地方選舉失利，韋善廷倡議改組內閣，並且呼籲施紀賢卸任首相之後改任其他職位。韋善廷直言，若果到咗星期一仍然冇內閣官員挑戰施紀賢嘅黨魁地位，佢就會爭取再選黨魁，甚至挑戰上位。韋善廷又宣稱喺黨內獲得最少10名議員支持佢競逐黨魁，並且有信心拉攏更多人支持舉行黨魁選舉。不過內閣辦公室大臣就話會提醒閣員唔好採納韋善廷嘅建議。63歲嘅施紀賢自2020年4月出任工黨黨魁，2024年7月擔任首相，取代保守黨嘅辛偉誠。如果要啟動黨魁選舉，必須已有2成工黨議員，即係最少81人支持先至可以。英國廣播公司近日統計，改革黨成為地方選舉嘅大贏家，反觀工黨喺英格蘭、威爾士同蘇格蘭失利。單單喺英格蘭就失去超過1400個議席，部分票倉有選票流失，而喺威爾士議會更加係慘敗，由選前有44席跌到剩返9席，失去長達27年嘅主導地位。施紀賢早前話會就地方選舉失利負責，但就拒絕辭職。施紀賢早前委任文德森擔任英國駐美國大使，後嚟文德森被指同美國已故性犯罪富豪愛潑斯坦有關聯，甚至私下披露英國政府嘅敏感資料。施紀賢承認委任文德森係錯誤，而佢喺工黨內部亦都受到逼宮壓力。無線電視記者朱世麟報道。匈牙利新一屆國會成立，親歐派嘅無焦爾宣誓就任總理。匈牙利新一屆國會喺星期六舉行首次會議，國會199個議員以140票贊成、54票反對同埋1票棄權通過唯一候選人蒂薩黨主席無焦爾為新總理，任期4年。無焦爾宣誓後發表講話，承諾會為國家服務，並帶領國家走進以和解、民主復興同埋民族團結為核心嘅新時代。無焦爾又向民眾表示，匈牙利係時候重新站起來，國會大樓唔再係權力傲慢嘅象徵。律師出身嘅無焦爾本身係歐洲議會議員，佢上個月帶領蒂薩黨勝出國會選舉，意味疑歐派嘅歐爾班政府執政16年告一段落。一個中國籍男人喺泰國被捕，警方喺佢嘅座駕同埋住所發現大量軍火，包括C4炸彈、槍械同埋地雷等。泰國春武里府警方表示，譯音姓孫嘅31歲涉事男人上星期五揸車喺公路翻側，警方喺處理現場期間發現車內藏有1把手槍同埋多個彈夾。之後，警員喺佢嘅租住嘅房屋搜查，再發現 M16 步槍、手榴彈、地雷、大約3.6公斤嘅C4炸彈、藏有爆炸物嘅背心等。警方又發現涉事男人持有中國同埋柬埔寨護照，以及非泰籍居民嘅身份證明。話佢2020年以觀光簽證首次到訪泰國，之後多次出入境。警方正調查軍火來源同埋疑犯係咪策劃襲擊。
當局亦都考慮將中國遊客嘅免簽證期由60日減到30日。柬埔寨同泰國舊年嘅邊境衝突，令50幾萬人無家可歸，好多人到而家仍然住喺難民營，唔單止生活困苦，仲要面對心理問題。鐘卓希之前喺柬埔寨同幾位難民傾過。呢度係柬埔寨接壤泰國奧多棉吉省一間寺廟。佛門清淨地而家成為難民嘅新屋企，住咗大概700人，大部分都係婦孺同細路仔。為咗逃避邊境嘅戰火，被迫離開家園，長住喺難民營。環境簡陋，不過總算有瓦遮頭。Rim 本身係農民，而家只係能夠靠援助過活。呢一度有足夠嘅嘢食，但係每日都唔開心。我先生係前線軍人，成日都見唔到佢，好擔心佢嘅情況。Sarian 兩個仔同新抱都喺衝突當中過身，留低6個3到14歲嘅孫，由佢一個人照顧。好驚自己會病，萬一身體唔舒服就冇能力照顧佢哋。如果再有衝突，我哋點算好？有人形容柬埔寨係被詛咒嘅國度。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先後經歷美軍地毯式轟炸、內戰、越南入侵，仲有赤柬嘅種族清洗。小朋友未經歷過歷史創傷，不過對戰火感受一樣咁深刻。韓慶同5個孫舊年走難嘅時候嚟到暹粒呢個難民營，一家人而家總算平平安安，不過啲孫仔同孫女就有心理陰影。啲孫而家只要聽到稍為大啲嘅聲，例如有車經過，佢哋就會好驚，一聽到就會大喊，甚至係失禁。柬埔寨紅十字會話，唔單止小朋友，好多成年人都患上抑鬱。衝突到而家仲未平息，前景未明，仲有好多問題要面對。不過關心難民嘅人越嚟越少。At the beginning,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ut now when there is crisis in Iran, in the other part, and then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ve already go to the other part. But whatever that we wish that is one is peace. 柬埔寨嘅雨季就嚟到啦，難民營嘅居民都擔心呢度會水浸，再加上現場環境衛生都麻麻地，若果蚊蟲滋生嘅話，問題就會更加嚴重。佢哋都希望能夠盡快離開呢度。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喺柬埔寨暹粒報道。西環有2架城巴喺凌晨時分懷疑避開渠務工程而撞樹，一個乘客受輕傷。警方先喺凌晨近3點接報，話一架城巴喺德輔道西334號近西區警員宿舍工程地盤附近撞樹，巴士上層近後座最少3塊擋風玻璃碎裂，一個乘客嘅手受傷，無需送院。大約20分鐘後，有另外一架城巴駛經相同地點撞到樹枝，上層左前方擋風玻璃碎裂，冇人受傷。警方正喺度調查出事原因。消息話，涉事路段正喺度進行渠務工程，佔用一條行車線。懷疑2架巴士為咗避開工程，切入比較窄嘅慢線而撞樹。今日係母親節，唔少市民提前喺尋日慶祝，有酒樓夜晚已經滿座，多個商戶都推出母親節優惠。零售管理協會表示，大部分行業銷情仍然面臨挑戰，商戶要趁節日推廣生意先至有增長。母親節前夕，旺角花墟下晝已經人山人海，唔少人都一手兩紮向媽媽表心意，花費就唔少得。價錢上啊，就感覺上差唔多，我都係買康乃馨咯，記得就係咯，都係差唔多咯，都係50蚊2盤。平時買開400-500蚊起碼都咁，而家399咯，我覺得都幾抵買。唔少人亦都會選擇外出食飯答謝媽媽。樂富呢間酒樓星期6夜晚訂座已經爆滿。負責人話：中東戰事令到運輸成本上升，要加價大約3%。客人訂餐亦都冇以往咁闊綽。母親節前一日，咁2輪都訂滿咗嘅。咁啊，聽日係母親節正日啦，咁頭輪都訂滿咗。
咁啊第二輪都有少量嘅訂座喺度嘅。咁啊相對嚟講比起往年咧就嗰個進度慢咗嘅，因為往年喺呢個母親節咧可能早10日前已經係訂滿咗啦。餐方面咧咁啊比較多人叫嘅套餐咪呢個4200幾個套餐比較多嘅，因為佢比較經濟實惠啲啦。咁因為今年嗰啲人咧到使錢都比較謹慎咗少少。唔少商戶就繼續趁母親節推優惠給客，多間連鎖超市齊加入減價戰。統計處啱啱公布嘅本地零售銷售額已經連續11個月維持升勢，點解仲要減價呢？零售管理協會話，數據亮麗主要係因為舊年嘅基數低，大部分行業例如係食品、醫理、家具等等，銷情仍然時好時壞，要靠節日推廣優惠，應對市民北上同埋網購嘅影響。當有節日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比較多會員 feedback 翻嚟咧，都係有升幅，又或者持平。但係當冇節日嘅時候咧，就點都會有一啲行業咧係會有一啲嘅跌幅嘅。咁就算好似低處未算低，純做本地市場嘅商戶，如果你唔係有一啲大力推廣咧，其實個生意係會有所下跌，因為始終真係會少咗人喺留港。咁但係如果有啲商戶真係做大力推廣嘅話咧，不跌仲反為升翻一啲添。佢相信商戶喺節日期間做推廣已經成為零售業嘅新常態。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試一些陣，轉頭翻嚟會繼續報導。爆發漢坦病毒疫情嘅荷蘭郵輪將抵達加那利群島，多國安排專機接載乘客回國隔離檢查。世界1級方程式賽車冠軍韋特本喺日本出戰 GT 賽，備戰紐柏林24小時耐力賽。載近150名乘客同船員嘅荷蘭郵輪洪迪厄斯號日前駛離西非島國佛得角。當郵輪今日抵達非洲西北部海域西班牙自治區加那利群島，會先靠近特內里費島。歐洲多國包括德國、法國、比利時、愛爾蘭同荷蘭，將會派飛機接走郵輪乘客返去自己國家，而歐盟亦都會派2架飛機接走船上其餘歐盟國家人員。考慮到附近海域可能有強風暴，當局會喺今明2日內撤離郵輪人員。英國衛生部門話，英籍乘客同船員會獲安排轉到英格蘭西北部嘅醫院作初步隔離檢查。美國疾控中心人員亦都趕到加那利群島，安排美籍人員坐包機返去內布拉斯加州作隔離檢查。乘客只准攜帶證件、手機同基本生活用品，行李要留喺船上。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星期6喺西班牙官員嘅陪同下，到特內里費島港口視察。佢話撤離過程以封閉管理，郵輪乘客會坐專車喺工作人員看守下，經封閉通道離開港口，再坐專機離境，沿途唔會同居民接觸。佢又強調，漢坦病毒對大眾健康風險仍然好低，唔會引發類似新冠疫情嘅規模。漢坦病毒最長潛伏期係42日，呼籲相關乘客同船員接受監測。特內里費島近日有工人示威抗議洪迪厄斯號靠近港口，擔心有健康風險。呢一次疫情累計有3人死亡，部分感染個案涉及可以人傳人嘅安第斯病毒株。感染漢坦病毒嘅死亡率高達40%，暫時冇特效藥同預防疫苗。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就話，所有乘客同10幾名船員撤離之後，餘下大約30名船員、乘客行李同死者嘅遺體會繼續留喺洪迪厄斯號。當郵輪抵達荷蘭之後，會全面消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話，安排乘客喺加那利群島撤離回國係履行道義同法律上嘅責任。無線電視記者朱秀麟報道。返嚟本港，香港義工節即日起1連15日舉行，主辦方將聯同過百間本地非牟利機構舉行超過200項義工活動，涵蓋長者關懷、環境保育等。曾經喺東京奧運攞到2塊銀牌嘅游泳運動員何詩蓓，呢日去到觀塘參加義工節嘅頭炮活動。同少數族裔嘅小朋友一齊製作母親節禮物，仲同佢哋傾偈。咁同埋我喺我嘅游泳生涯入面係收到好多香港人嘅支持，好多人俾我幫我打氣。咁我覺得我想做翻啲嘢去多謝翻佢哋。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得着嘅，即係我見到其他人咁開心，其實都俾到我好多快樂同埋
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去 relax 去 decompress 嘅機會。林海發就由初中開始做義工，而家喺醫學院讀緊1年級。雖然課業繁忙，但都仍然積極參與義工活動。譬如好似教一啲衞生嘅常識啊，又或者一啲基本嘅身體檢查，為一啲譬如無家者去做啊咁樣。咁其實就算一啲好簡單到好似呢啲咁樣嘅檢查，其實都可能背後都對佢哋個提升咗佢哋嘅意識、健康衞生意識啊，或者係各方面，其實對佢哋個 impact 比我哋想象中會大咯。3、2、1義工節將會喺星期日到24號舉行，主辦方會聯同過百間本地非牟利機構舉行超過200個義工活動，涵蓋長者關懷、環境保育等等，俾唔同年齡同背景嘅人士按時間同埋個人興趣選擇參加。可能大家嚟自唔同嘅崗位，大家可能生活喺唔同嘅地方，但係做義工嘅時候呢，義工與義工之間會互相認識、互相了解，義工同埋被照顧者之間亦都會係互相了解、互相認識。大會期望可以有幾千人參與義工節，並且鼓勵佢哋喺活動之後繼續透過唔同嘅方式回饋社會。無線電視記者陳詠琳報導。《東方日報》社論：今日係母親節，媽媽們為家庭、為子女操勞一整年，為人丈夫、為人子女，當然要好好孝敬回報。過去母親節係消費黃金檔期，飲食業同零售業都會受惠，但近年已經冇呢支歌仔唱。受中東戰事導致油價急升影響，今年嘅鮮花以至海鮮運費同成本都大幅上升，為商戶唔敢加價，擔心加價只會進一步刺激市民北上。部分酒店同食肆積極推出早鳥優惠或者母親半價等，同時提供康乃馨、香薰噴霧同拍照服務，期通過儀式感增強氣氛留客。從上述零售業、餐飲業喺節慶期間風光不再，已經折射出香港整個消費市道所面對嘅問題。明報社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訪問澳洲戰爭紀念館，突然雙膝下跪獻花。呢一件事喺內地民間引起極大迴響，紛紛要求高市早苗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下跪謝罪。訴諸情緒嘅言論無助於改善中日關係。日本朝野死抱中國威脅論嘅一隅之見，係對華關係越走越遠嘅根源。當中既有唔同政見領導人嘅偶然因素，亦都有日本外交政策嘅必然性。北京關注日本再軍事化嘅苗頭，事態不但影響中日關係，仲會對世界和平造成危害。世界1級方程式賽車冠軍韋特本喺日本出戰 GT 賽，備戰紐柏林24小時耐力賽。呢一位紅牛車手今季除咗出戰 F1，亦都代表車隊初次兼戰耐力賽。28歲嘅韋特本近日到日本富士族賽道駕駛 GT 500戰車，喺預戰做出1分42秒290。擊敗日本名將三澤順次奪冠，佢將會喺下星期4同3位隊友到德國出戰1連4日嘅紐柏林24小時耐力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1兩陣微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係27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今個星期後期天氣唔穩定。而家氣溫係23度，相對濕度82%。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嘅水平。轉頭返嚟再見。